牛牛講美股係由富途證券贊助播出。我每日都會好頭痛。我嘅煩惱就係纏繞咗10幾年嘅頸梗膊痛。我個肚真係任何時候都好繃緊，硬到好似石頭咁噶。健康出警號可以點做？想錫自己身體多啲，記住睇，幫緊你，醫緊你。星期六晚10點半，82台 TVB Plus。準備升小一啦！今年嘅小一統一派位結果會以郵寄方式上門派遞俾家長，家長亦可透過小一入學電子平台或電話短信得知結果。喺1月25號或之前已經辦好選校手續嘅家長，會喺6月3號至4號收到小一註冊證。請依照指示辦理入學註冊手續。如果到6月5號仲未收到小一註冊證，就要向教育局查詢。大家好，又到咗六合彩嘅時間。今日係6月9號星期二，由我李芷晴同大家主持第62期嘅六合彩現場攪珠。我哋首先睇睇投注總額。今期嘅投注總額總共係有4860萬。由於上期頭獎冇人中，所以有累積多寶獎金800萬，而投注總額嘅15%，亦即係720萬，將會撥入獎券基金作為社會福利用途。咁喺攪珠之前，先同大家介紹下今晚2位監場嘉賓，佢哋分別係林健禮太平紳士，以及獎券基金受惠機構之一嘅代表中國香港智障人士體育協會執行委員會委員麥子純先生，歡迎晒2位。同大家介紹下受惠機構。中國香港智障人士體育協會於1978年成立，係本港唯一主要服務智障人士嘅體育總會，致力培育智障運動員喺體壇上一展所長。運動員屢獲殊榮，包括全國第12屆殘疾人運動會取得6金7銀10銅嘅佳績，亦參與杜拜2026世界殘疾人田徑格蘭披治賽、2026西班牙世界殘疾人乒乓球未來賽及巴塞隆拿2026殘疾人游泳世界系列賽，並積極備戰亞洲殘疾人運動會。詳情請瀏覽該會網頁或致電21619500查詢。好啦，今期六合彩即將舉行，大家可以電視經營幕見到一部六合彩攪珠機，1至49號嘅彩色號碼球已經由下至上、左至右順序排列好，即刻開始第62期嘅六合彩現場攪珠。今晚第一個攪出嚟嘅號碼係40號 ，The first draw number is 40。第二個攪出嚟嘅號碼係8號 ，The second draw number is 8。第三個攪出嚟嘅號碼係11號 ，The third draw number is 11。第四個攪出嚟嘅號碼係26號 ，The fourth draw number is 26。第五個攪出嚟嘅號碼係14號 ，The fifth draw number is 14。第六個攪出嚟嘅號碼係33號 ，The sixth draw number is 33。
最後一個搞出嚟嘅特別號碼係30號 Extra Number is 30。好啦，今期嘅六合彩已經順利搞出，都同大家重複一次啊，分別係有8號、11號、14號、26號、33號、40號，而特別號碼係30號㗎。如果大家想查詢今期嘅六合彩結果，又或者頭2、3獎嘅派彩獎金，歡迎你致電1835288，又或者瀏覽馬會六合彩網頁。節目時間嚟到呢度差唔多啦，我哋再一次多謝今晚2位監場嘉賓，佢哋分別係林乾禮太平紳士以及麥子純先生，唔該晒2位。喺度提提大家，喺節目完結之後大概15分鐘，大家就會開始購買下一期嘅六合彩彩票啦。喺度預祝各位好運，我哋下期六合彩再見啦，拜拜。五尾壓軸回歸，系列最終章，歡樂頌5大結局，今晚10.7，82台 TVB Plus。社畜求生101係由寶城精選寵愛寶贊助播出。以下節目含有